七七節、五旬節與收割節喺名稱上似乎分殊，但喺本質上卻同源共體。佢哋唔係三個節日，而係一個節期喺歷史、信仰同生命經驗中嘅不同側面。佢嘅根源深植於農業節律，亦高舉於啟示歷史之巔，最終指向人同造物主之間嗰條被遺忘卻始終存在嘅光之路徑。利未記記載：你們要從安息日的次日，就是從獻禾捆為搖祭的那日算起，要滿了7個安息日，到第7個安息日的次日，共計50天。呢段經文清楚指出七七節嘅時間結構、數算、等候、完成。呢個唔係任意嘅日期安排，而係一種神聖節奏。人唔可以跳過等待，否則就無法進入成熟。喺古代以色列，七七節首先係一個農業節期，標誌小麥收割完成，土地喺陽光、雨水同時間中孕育成果，人喺勞作同忍耐中迎來豐收。但係聖經從來唔讓收割停留於物質層面。申命記提醒百姓：你要紀念你在埃及地作過奴隸。收割唔係自我成就嘅證明，而係恩典嘅回應。若人忘記賜予嘅主，收割就成為偶像。猶太傳統進一步將七七節視為西奈之約嘅紀念日。摩西喺呢日領受妥拉。呢一個理解使節期從土地升至歷史，從自然進入啟示。7個7象徵完全。第50日則係超越完全嘅恩典之日。律法唔係壓制，而係光，使人知道如何喺世界中活着。正如詩人所言：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，是我路上的光。到咗新約，五旬節被賦予更深嘅救贖意義。使徒行傳記載，門徒同心合意聚集時，聖靈降臨，如風如火。值得注意嘅係，聖靈降臨嘅日子正係七七節。律法曾經寫喺石板上，如今卻寫喺心板上。世內嘅雷聲化為內住嘅能力。咁唔係對猶太節期嘅否定，而係佢嘅完成。從農業嘅收割到律法嘅啟示，再到聖靈嘅澆灌，七七節展示咗一條清晰嘅屬靈進程。生命被栽種，
心靈被教導，靈被更新。保羅話：文字使人死，聖靈能使人活。若人只停留喺收割嘅成果，卻拒絕被塑造嘅生命，就會喺豐盛中迷失方向。今日嘅人生活於快速同即時回報嘅文化，早已失去數算嘅能力。7.7節卻提醒我哋，光唔係瞬間奪取，而係經過節奏、等待同順服而臨到。耶穌說：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。真正嘅收割係人心歸回造物主。因此，7.7節唔係歷史嘅遺跡，而係當代嘅呼召。佢呼召人從結果回到源頭，從忙碌回到光，從自我掌控回到神聖秩序。當人再次學會數算、感恩同領受，就會發現那第50日的光從未熄滅，只在等待人轉身。